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推廣南極磷蝦油。我們是一間專注健康科技嘅公司，堅信天然才是最好的。多年來，我哋不斷研究如何把深海營養同現代嘅科技結合，做出真正能夠俾身體吸收嘅好產品。今天俾大家推薦嘅呢一款水溶磷脂型 Omega 3，核心成分來自深海嘅魚油，但和普通魚油不一樣，可以用磷脂包裹技術，營養像奶茶裏嘅珍珠一樣，直接溶解吸收，不浪費一滴嘅精華。它有幾厲害呢？簡單講，就是內外兼修，護心護腦 EPA DHA， 幫助腦血管暢通，記性不斷斷片，工作學習更加專注。明目護肝，適合手機黨、捱夜黨，減輕眼睛疲勞，順便給肝臟減壓。凍齡抗衰老，加了天然蝦青素，防曬防老化，皮膚同埋身體都有更多嘅活力。從寶媽到上班族，甚至係愛運動嘅夥伴，每天2粒，就像俾身體穿上一層健康盔甲。我們不做誇張嘅宣傳，只希望用實實在在嘅配方，守護每個家庭嘅點滴健康。植物蝦紅素天然來源同埋黑科技嘅萃取，從天然海草到提取，全用自家全球 top 級的乾生物反應器工廠製造。我哋培育乳新嘅紅球草，超臨界嘅 CO2 技術榨出嘅抗氧化王者蝦青素，一滴精華都唔會浪費㗎。今日呢一款植物蝦青素膠囊配方比黃金組合嘅配合嘅，抗衰老必備，抗氧化力超高，改善牙野、紫外線、空氣污染，相當於給細胞穿防彈衣。素食者嘅福音嚟㗎，全素膠囊，清真加猶太雙認證，食素嘅都能夠吸收魚油嘅 Omega 3，懶人美容套餐，配搭橄欖油嘅成分，改善心血管嘅暢通，加皮膚緊緻。不管係天天加班嘅和面一族，或者係健身控糖嘅養生者，每天1粒，把30歲嘅疲倦回復到20歲嘅膠原蛋白。我們不吹噓長生不老，只說大實話。抗衰不是魔法，但選對天然嘅科技，真的是讓時間追不上你。